日健康1小時。好啦，星期二嘅呢個時間呢，9點到10點鐘每個禮拜都係噶啦，揾一啲呢就係熱愛運動嘅朋友上嚟傾下偈。其實個目的好簡單嘅啫，希望好似我呢啲咁懶嗰啲人呢，聽完之後可以做下運動喐下啦。咁即係聽眾們一定都有呢啲嘅朋友喺度嘅，因為趁住而家嘅天氣呢，即係你知道喺呢1月份嘅時候呢，都係涼涼地啦，舒服啲嘅氣溫嘅時候呢，即係冇嗰啲藉口啦。嗰啲藉口呢，成日喺夏季嘅時候就熱啊，冬天先跑步啦，冬天又話凍啊，夏天先跑步啦，嗰啲呢係啊，話緊你啊，嗰啲嘅朋友仔咧可以喐下。今日上嚟嘅呢位嘉賓呢，我都好希望借住佢嘅故事，令到你都有啲啟發。呢個啟發除咗係令你開悟到原來人哋係咁樣嘅之外呢，都係好想頭先嗰一樣嘢啦，佢都做到咯，點解你又唔可以做下運動呢？呢位嘅朋友佢就好似都係之前幾早嘅禮拜上過嚟噶啦，譬如張姑娘，我唔知大家認唔認得啦，即係張靚女啊，同埋個女呢，阿 May 上嚟嘅時候呢，大家咪好多嘅反應嘅，就佢都做到啦，年紀咁大都做到啦，點解我做唔到呢？咁所以我即係一年再揾多一次呢，即係都係我覺得有啲類近嘅題材。類近題材係咩呢？就係我覺得即係佢曾經即係放棄咗一排運動跟住又翻嚟，再踏入翻呢個圈子嘅時候，好想聽下佢嘅故事。點解佢翻嚟呢？翻嚟為啲乜嘢呢？之後佢揾到運動嘅咩樂趣呢？今日喺直播室有呢位嘉賓喺度。早晨啊 Willie。早晨，大家早晨。早晨啊，早晨。頭先我嘅呢個介紹會唔會太過詳盡或者太簡短？差唔多啦。頭先我就話咧，即係你曾經即係熱愛運動啦，跟住又放棄咗啦，跟住翻嚟啦。我知道你喺即係long jump 啦，即係跳嘅嗰部分啦。呢個叫做咩？中文叫咩？long jump 跳遠。死啦！我連跳遠都記唔到添，淨係記到英文。其實呢個部分，我想問下你先，當年點解你會停咗唔跳嘅咧？我想翻你差唔多都讀中學嗰陣時啦，讀中學嗰陣時咧，我哋就有參加學校嘅田徑運動，咁嗰陣時亦都係非常熱愛田徑運動嘅。咁嗰陣時嘅主項就係100公尺同埋跳遠項目啦，亦都參加過校際比賽、公開比賽都參加過。咁到應該攞到獎，我估嗰陣時攞過獎，亦都喺校際比賽刷新過紀錄，刷新過跳遠紀錄嘅。勁啊！咁後尾到咗讀完中學啦，咁就因為出咗去第度讀書，咁咧就放低咗一個愛好，咁就放低咗田徑運動呢個愛好，咁就一路就讀書啦，做嘢啦，咁即係好似一般普通人，大家即係建立家庭啊，咁就喺事業方面做嘢，但係一路都有做運動，就係田徑運動嚟講咧就一路都停咗啦，直至到差唔多真係20多年後，喺2010年翻嚟，咁我哋就揾翻一班以前自己去田徑嘅隊友，咁我哋一齊玩啦，咁一齊玩，發現所有啲以前啲熱愛啊，啲衝動啊，已經大晒啦，啲細佬哥又大晒啦，有啲一頭白髮，係啊，咁但係即係發覺自己其實對於運動，特別係田徑運動咧，因為有時以前玩過啦。咁就去覺得係好熱愛，咁所有啲激情啊翻晒嚟，咁就組隊就開始去練翻，就係大家一齊練翻做田徑運動啦。咁亦都組翻以前一啲隊友啊，咁一齊玩都好開心嘅。我哋大家一齊玩好開心嘅，即係佢係運動之餘，除咗運動之餘，就係嗰個一個大家一個聚會啊。講翻以前啲即係運動嘅時間咧，往事啊，咁咧就係大家好開心嘅。啲光輝歲月啊，係啊！喺嗰段時間，其實真出嚟食翻飯聚會嘅感覺係點樣嘅？但當時有冇已經係諗住話要聚翻一齊出嚟再做下運動啦？定係其實係一個簡單嘅聚舊咧？由一個簡單嘅聚舊開始嘅，其實係幾個即係以前啲隊友一齊。咁咧坐低咁傾到冇目的㗎，真係傾偈嘅，真係傾偈嘅啫，真係傾偈嘅啫。咁講翻以前咁開心，咁不如我哋去試下我哋自己又組隊又玩翻咯。再戰沙場，咁係咪？咁又真係又好好玩喎。即係佢哋又願意啦，同時又大家都願意。其實一班隊友都係好熱愛田徑運動嘅。係咁，亦都嗰陣時發現咗，即係其實有先進田徑運動呢個比賽。咁因為你做比賽咧，始終要有個目標喺度，有目標你先至有話去練
練啊，或者去玩啊，咁咧就比較享受個比賽過程。咁發現有先進田徑呢種比賽之後咧，咁大家就一齊參與，一齊練習咁，所以就係由2010年開始啦，咁就啱到而家啦，咁咪相當開心嘅。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呢個先進嘅田徑運動啊嘛，呢一個嘅比賽係35歲或以上嘅一啲嘅朋友去參加啦。如果冇記錯嘅話係啊，咁令到真係有一班曾經係即係愛好運動嘅朋友，種種原因啦，因為有啲就生活啦，有啲就工作啦，有啲可能我亂咁講，可能係移民啦，離開咗呢一個圈子嘅時候，真係青蔥歲月啊！翻嚟嘅時候大家坐低可唔可以再傾下翻嚟，即係唔好話爭獎項，即係去到嗰個年紀，去到嗰個時間唔講獎項噶啦，即係獎項可能好其次，仲要解緊要啦，成績破解緊要啦。但另一方面就係攞翻一種感覺翻嚟，同一班嘅即係昔日嘅老戰友好拍檔再聚先嘅沙場呢樣嘢最緊要係啊！呢樣嘢令到大家都即係想翻起晒以前所有啲開心嘅時刻啊！一齊年輕嗰陣時，所以即係嗰個飯局之後，大家就急急腳聚埋一齊真係研究點樣組隊，即係嗰個心就翻嚟啦。係啊，真係好神奇啊！有時人生嘅嘢，即係你話上下半場即係冇得講嘅，上半場就係好精彩嘅一個青蔥歲月啦。咁經歷咗好多光輝嘅時刻，跟住就默默工作。為嘅就可能係自己嘅下半場，到咗一定嘅年紀嘅時候，好多都穩定啦，有自己嘅仔女啦，工作穩定啦，居住生活嘅條件都開始變為穩定嘅時候，好得意㗎，又會諗下細個有啲乜嘢做唔到嘅咧，大個想做嘅咧，或者未做好未完成嘅心願，就好似我大個咗都係嘅，即係成日都話啲男孩子咧好中意玩玩具，大個咗都係啲大男孩嚟噶嘛？點解啫？有啲玩具或者有啲嘅遊戲咧，細個冇能力玩嘅，冇能力買嘅，買唔起嘅，大個咗你有錢嘅時候，你又好想去擁有翻佢，所以呢個就人得意嘅地方。你就揀咗運動咧，運動就係你下半場都好想繼續堅持嘅一個部分仲同一班戰友去征戰嘅呢一部分。咁我想問下啦，你即係當時細個嘅時候做運動，同依家啦做運動個心情或者有啲咩唔同啦？心情有咩唔同啊？其實係可以話，其實個環境同埋你能夠做到嘅嘢係唔同啦。年輕嗰陣時就係拼搏得相當緊要，有活力，有活力，亦都有體力，亦都有時間，又可以好專注咁去做一項單項運動。咁到咗而家嘅話呢，你變咗係。就算你去練習都好啦，你都係需要照顧屋企啊、工作啊，有其他嘅時候，所以而家安排時間呢，要自己安排時間去練習，所以我分別好大。以前係好一條心，你年輕嗰陣時去比賽之前就去練習，冇其他嘢。但係而家要考慮啊、時間啊，要安排時間嗰度最緊要啊，係即係真係一眨眼喎，廿年嘅時間過去咁啊呢段時間好多都唔同咗工作環境唔同咗。居住嘅環境未必一樣啦，或者甚至乎戰友個樣一頭白髮，我啱啱講笑，都可能係真嘅，都唔同晒嘅。所以呢，今日請到呢，今日喺直播室嘅呢位嘉賓上嚟就係 Willie 上嚟啦，同我分享，即係佢再出翻嚟啦，即係佢依家唔係為咗話要攞獎牌咩攞獎金而戰嘅，而反而就係享受翻做運動嗰種樂趣，喺佢人生嘅下半場慢慢踏入呢個下半場啦。咁有啲咩嘅諗法喺度呢？今日好開心請你上嚟同我傾偈休息一陣先，一陣間翻嚟繼續同你傾。原來生活好快樂。姐你好嘛？李大師又到星期六啦，聽收音機開每個星期六下晝2點半到3點，開心大派對節目內嘅家燕大師行運 show，家燕姐同李居明大師同你齊行運，妙論妙趣。家燕大師行運 show。生活緊張，工作繁忙，長期受壓，令你同健康越行越遠。唔通真係要隱居田園先可以擺脫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習慣息息相關。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問題，就要聽實逢星期日上晝10點至11點嘅新紀元健康檔案啦。每集請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鐘教授，帶俾你豐富實用嘅醫學資訊，一齊對抗病痛。新城會員呢個冬日真係買唔停，只要 click 入冬日獎賞制有獎遊戲，即可 enjoy 會員購物雙重優惠。
4大主題包括愛靚一族、居家生活、數碼達人、健康之選，超過50款產品無間斷送上。想以超準價換家居用品，梗係唔可以錯過半價買翻個枕頭啦！仲有智能家用保安機械人、食物風乾機等熱賣產品，即上新城廣播 Facebook 專頁或網站掃貨啦！原來生活好快樂。黃奕彤，每日健康1小時。係嘅，我係刻意唔問今日我哋喺直播室嘅呢個嘉賓就係 Willie 嘅歲數。早晨 Willie， 頭先我就講啦，即係因為你上半場吓，即係人生光輝嘅時刻，呢個青春嘅時候咧，即係擺咗好多時間落去，即係田徑啊呢個部分就跳遠啦。咁啊，因為之後讀書啦或者生活啦，真係放棄咗。咁啊，而家咧就我知道你最近之前亦都參加咗一啲比賽啦吓。咁啊，頭先我講咧，好似呢個比賽好衰咁講，就話有啲即係上咗年紀嘅人參加，唔係嘅。我都知道，陣間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做咗少少資料搜集啦，都頭先都講啦，其實本身就話35歲咧，即係或以上，佢有唔同嘅組別嘅，咁可以參加。我知道好似銜接其他唔同嘅比賽，30歲都可以啊，咁都可以係令到好多即係啱啱入咗呢一個職場，叫做工作穩定嘅歲數啦，30零歲嘅時候，都可以會唔會有多啲時間出嚟抽空翻嚟，即係喺呢個沙場度征戰一下咧？咁呢個依家我哋可以再講。頭先點解我話我唔敢問呢？因為年紀呢啲嘢咧，無論男人定女人咧，都係好似有啲敏感嘅。咁我所以咁啊，原來而家咧即係都係已經過咗50歲啦 ，Willie。咁啊喺呢段嘅時間入邊，都擺低咗呢一個田徑30幾年啊！即係喺呢一個中學嘅時候，梗係啦，好多人都有自己嘅興趣。喂，我個小提琴都封咗塵啊！我啲運動都已經好少做啦，即係除咗喺健身室咁咪即係做下運動啦。咁但係你話仲有冇嗰啲波友咧、戰友咧出咗嚟做嘢？坦白講少咗好多。日後好唔好似即係好似 Willie 咁咧，有機會再同呢班波友咧一齊再聚就再傾。不過你嘅故事就好令人覺得好動聽嘅，就係因為一次嘅再聚啦，一次嘅即係飯局聚會，大家出翻嚟嘅時候講翻自己啲以往啲英勇嘅即係事蹟啦，咩比賽攞獎啊，咩紀錄嘅時候，令你重燃翻嗰種嘅興趣。一路我相信唔係嗰刻嘅。有一個諗法擺咗個心入邊，係唔係噶咧 Willie？ 係咪擺咗個心入邊好耐？有機會一定要攞翻出嚟玩啊！係啊，我係根本其實對田徑運動嘅熱愛一路都冇減過。咁即係好似正如頭先剛才你所講啦，我哋到完中學都係18、19歲左右咧，就停咗做田徑運動。雖然一直往後讀書做嘢都一直都有抽時間做其他運動，但係唔係嗰回事噶咯。但係就唔係田徑運動，話即係有個目標去操練競賽啊，密集式嘅訓練啊。係啊，就冇咗嗰種方式啦，冇咗嗰種生活方式啦。咁直至到即係再玩翻田徑運動嗰陣時，咁就開始定一啲目標，參加一啲比賽，再定一啲目標。其實比賽好似剛才頭先講咧，就唔係話真係我要一定要攞第一，或者我一定要攞牌。其實你對於比賽咧，就係成個過程，你要享受成個過程。你自己由而家開始訂立一個目標，你做得到個目標咧，你對自己嚟講已經交足功課㗎，已經交咗功課。你交咗功課嘅話咧，你從中得到嘅滿足感咧，其實係好大嘅。享受嗰種嘅即係感覺，做運動嘅感覺啦。咁真係翻去呢一個運動場度啦。咁喺呢個比賽你哋要備戰㗎，你組隊去㗎。咁有冇啲好密集嘅訓練㗎之後？有啊，因為一開始有個目標，譬如3個月頭、6個月頭下有比賽咧，咁就開始大家一齊集訓，咁亦都訂立一個訓練嘅計劃，邊個有啲強項、啲弱項可以補，邊度可以補嘅，有啲咩可以做好啲嘅，咁咪針對啲弱點去訓練咯。好似真係翻嚟，好似真係細個嘅時候喺運動場操練嗰個感覺。係啊，其實真係百感交集噶。都有噶，諗下想當年我哋咁練。到而家，大家一把年紀都可以，大家聚埋一齊咁樣練咧，又開心，又有個共同目標。我講笑咁講，但係真係有種百感交集。點解咁講咧？你諗下，即係30幾40年嘅時間過去，大家坐翻喺度聚首嘅時候，喺翻呢個運動場度，即係好似時間過得好快喎，時光飛逝喎。過得好快，時間係過得好快，咁好慶幸，亦都可以大家聚埋一齊再玩過。喂，咁真係落到運動場嘅時候，真係要練啦。
有冇真係覺得自己哇年紀大啦死啦，即係有啲位真係喐唔到啊，跳唔到啊，啲骨啊開始咩咁？有啊，一定有嘅。當初其實到而家都係，因為到咗你做咗先進即係先進運動員咧，我諗係嗰個練習嘅過程同年輕嗰陣時係好唔同嘅。而家要好好計劃，因為即係正如一架車，而家車你一個古董車，你等咗喺度，可能仲係一架好靚嘅車，但係你唔可能去話即刻去掟彎咁樣。你掟彎，你去掟彎嘅時候，架車可能會甩碌噶啦。佢又唔可以即係跑得好快啦。你要慢慢嚟咯，循序漸進咁去建立翻個體質，然之後先至做其他嘅體能啊、鍛煉啊、技術上嘅訓練啊，先做到一步一步嚟啦。唔可以好似年輕咁樣，哇去啦咁就走，咁就走啦。唔同，好唔同嘅。我中意阿 Willie 咧，用人生用一台嘅古董車，一台車去比喻。當年梗係車架靚啦，啱啱出嘅時候新車啊嘛，去到呢家嘅時候，喂佢都古董咯吓，即係30幾40年車齡咯，應該要退落嚟噶咯。好多嗰啲咧已經即係同年紀同款同廠同一時間出嚟嗰啲都唔知去咗邊咯，變咗廢鐵咯咁。但係又喂真係如果保養得好嘅話咧，呢款古董車好值錢之外咧，好有味道啊！呢種味道咧係慢慢散發出嚟，你喺街度你行過見到，哇！你望到啲古董車咧，你有好多時我自己會噶，即係攞個手機出嚟咧，同佢影張相先。哇！呢部仲有啊！哇！呢部靚，即係嗰種嘅味道咧，唔係話你而家新車有嗰種嘅味道。古典嘅嘢咧，真係有古典嘅味喺入邊。咁我中意你用呢一個車嚟比喻人生啦。落翻運動場嘅時候，你就話真係有啲覺得自己有啲冇辦法，年紀大咗，有啲位真係冇咁好噶啦，跑又跑得冇咁快，跳啲動作又有啲一開始有啲生硬啊，啲骨又擔心會唔會出事咧，咁一定好多擔憂喺度噶啦。喂，咁你點樣去投入翻呢一個訓練呢？所以係當初就你訂立目標啦，即係當初好似頭先剛才你所講啦，係你係會生硬嘅。你開頭跳啊練嗰陣時，你會生硬，咁唯有就係一步一步咁做。咁你參加比賽嘅目的咧，主要就係訂立一啲目標喺度咧，你就可以好比較專注咁樣去訓練自己。如果你冇目標嘅話咧，你專注訓練，經過一個比較嚴格嘅訓練或者一啲系統式嘅訓練咧，就你冇目標咧就唔容易做，你有啲目標咧就好容易做到嘅。但真係要就住一定係噶啦，一定要噶啦。你要接受呢個現實，就係大家始終都係個年紀唔細啊，咁一定要就住，一定要就住之餘係一個平衡，你就住嚟去訓練，一步一步咁嚟，可能個進度會比較慢，但係呢度仲係會進步嘅。好正啊！好中意你講係噶啦，一定係噶啦，一定係啲骨頭啊冇以前咁好噶啦，呢個一定噶啦，係咯。即係人要接受現實，但我好中意即係呢一個部分，唔係淨係只話我對於個現實就係我年紀大咗，我衰老啦，係一個必然嘅事實，當然係。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消極嘅態度嚟，我好中意阿 Willie 佢嘅即係諗法，係一個積極嘅態度。積極態度嘅意思就係我年紀係大咗，但係可唔可以因應住我年紀入邊有啲調節呢？所以佢所講嘅，佢訂立一個目標，呢個目標就係一個調節，唔係當年嗰種青蔥歲月嘅時候18、19歲一個咁樣嘅訓練模式。而家我有我50零歲嘅訓練模式，一樣可以做到運動，一樣可以攞到嗰回事翻嚟。所以呢個就係要調節，係啊，就係生命上面有啲嘅調節啦咁。所以今日呢，我覺得好高興，即係有一位嘅朋友上嚟同我傾偈。好似講緊佢一啲故事俾我聽，呢個故事就係佢經歷咗好多嘅歲月啦，好多嘅光輝，翻到嚟投入翻運動之中，相信都係可能係好多收音機旁邊聽緊嘅聽眾，你都好類近嘅故事。細個中意做運動，但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呢，有啲卻步啦，擔心啊骨頭會唔會又脆啊？哎呀，都唔行得噶啦，搞咁多嘢，一陣整親咪仲弊加撩咁，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但係今日阿 Willie 嘅故事話俾我聽。你只要調節一下生活當中嘅一啲小細節，你都一樣可以做運動。一陣間翻嚟繼續同阿 Willie 再傾佢呢一個運動之旅，去到人生嘅下半場啦，點樣計劃呢？好啦，真係要再介紹多一次今日喺直播室嘅呢位嘉賓先吓，佢就係 Willie 喺度噶。早晨，早晨。頭先我就話啦，即係佢好光輝吓，好精彩嘅上半場過去之後，喺下半場同呢班老友聚舊，一班當年玩田徑嘅戰友聚舊嘅時候，大家擺低咗咁多年，可唔可以拎翻出嚟呢？咁結果佢組隊去參加呢，就比賽啦吓。我想問下你啦，重返戰場去比賽嘅感覺係點呢？
初我講我組別先啦。我組別係我初玩嗰陣時咧係50歲嘅組別嘅，因為喺先進賽咧係5年一組嘅，咁由50歲一個組別，55歲一個組別啦。初玩係由50歲個組別開始嘅，咁嗰陣時就參加。第一次出去參加先進賽就參加跳遠啊，都係你嘅老本行，都係老本行，都係老本行。咁就參加100啦，填100公尺同埋跳遠啦。咁嗰陣時就都初係100都入到半準決賽，咁跳遠亦都入到最後嗰8名。我有幾多人參加嗰陣時？你對手有幾多個？嗰陣時初第一次嗰個係一個國際賽嚟嘅，咁嗰陣時係好多人嘅。咁講緊譬如一個組別入邊，譬如100公尺嗰個組別入邊，我諗大約有3至35人度啦，都係大約6、7組啦。初賽有6、7組啦，即係嚟自唔同國家啦，係嘛？係自唔同國家嘅，係完全唔同。即係呢個係我哋一個好期望嘅嘢，就係同唔同國家嘅運動員一齊落場比賽呢。呢樣嘢個感覺係好好嘅。冇分國籍嘅比賽就係啦，但係我覺得好正啊！見到好多唔同國家嘅朋友，即係大家都上咗年紀嘅時候嚟參賽。OK， 你先話咧就一開始就玩呢個50歲嘅組別啦，每5年就一個組別嘅。咁而家咧？而家係55歲組別啦。仲係55歲組別吓，咁去參加比賽啦。嚟緊就應該就變噶咯。如果係嘅話，我已經由50歲組別開始啦，一路練比賽到而家55歲組別，啱啱先至參加完喺澳洲柏斯個世界先進田徑比賽。咁嗰陣時亦都係跳遠啦，參加跳遠。係咁嚟緊就56歲組別噶咯，又跨一個組別。唔係嗰個55歲組別係5年一組嘅，55歲到60歲係一個組別嚟。OK，明白晒，即係而家又變咗另一個組別啦。係啊，而家升咗級另一個組別啦。其實仲難打咗，我覺得。而家係啊，會嘅，因為其實身體亦都係要調節翻個身體，點樣去操練啊？點樣比較適當嘅操練啦？但係喺比賽過程當中咧，你自己即係有冇攞翻嗰種感覺翻嚟咧？當年以前嘅時候，細個玩比賽，而家出到去啦，第二人哋國家同唔同嘅地方嘅人一齊比賽啦，感覺係點？係點樣形容咧？係好奇妙啊！好奇妙嘅嗰種感覺，亦都係建立一種友誼。大家因為出去比賽得多，其實去親呢啲國際比賽咧，好多時都係一啲田徑熱愛者嚟嘅。係。咁去咗一個比賽，第二個比賽，第三個比賽，大家都見到同樣嗰班又係你哋啊！咁樣都係見翻。咁見日復日咧，每一次咧就開始建立咗個友誼。譬如我哋喺日本，我同一啲日本嘅選手亦都有而家都有通訊啊、傾偈啊，英國啊、外國嘅都有，喺歐洲、美國嘅都有。我想問下，有冇壓力？有壓力噶，比賽一定有壓力噶。如果你定咗目標嘅話，一定有壓力噶。但係去到呢個年紀咯，又唔係一定要細個啲中意爭贏，威俾隔籬班個睇，咁梗係有壓力啦。咁但係依家都會有嘅咩？依家個壓力唔係在於話我係唔係攞到第一啦。雖然你當然攞到金牌係好開心嘅事情啦，但係嗰個壓力係你要做得比較上次自己。你要超過自己上一次最好個成績，呢樣嘢係對自己一個要求。你唔可以係壓力嚟嘅，係對自己一個要求。咁你有要求睇到自己嘅進步嘅話，咁你就可以享受整個比賽嘅過程。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原來啲人即係前輩講嘅係啱嘅，啲前輩成日都話咧，細個中意同人鬥嘅，大個中意同自己鬥。自己係最大嘅心魔最大嘅挑戰者，原來係真嘅。係啊，大個咗中意同自己鬥，所以就嗰種壓力咧，就其實你好好去詮釋啦，唔係淨話壓力，係一個要求。呢個要求係對自己嘅要求啦。咁所以我見到你成績都好啊，破晒紀錄又保持者而家。而家我過去啱啱過去喺澳洲嘅比賽就咪好彩贏到個金牌。哇！呢個好彩喺組別度贏到個金牌。嘅實力嚟㗎，可能係。再前一年就係銅牌，今年狀態唔錯，贏到個金牌。係，即係都真係咁講，呢個獎牌咧就唔係再威俾人睇，係自己嘅交代啦，係自己個目標訂立到做到啦嚇，滿足到一個嘅即係目標啦。咁翻去個場度，個場咧，你覺得個場嗰啲歡呼聲啊嗰啲，其實你覺得享唔享受咧？即係點咧？享受㗎，初好緊張，其實第一次落翻場係即係經過20幾年再落翻場係好緊張。咁即係慢慢習慣翻啦，亦都享受即係大家喺度睇你比賽嗰個感覺係好好嘅，大家都喺度
即係所有啲注意力喺一場比賽入邊咧，咁你又參與緊嗰場比賽咧，嗰個感覺係好好嘅。所以有啲人生咧，你唔走到最後咧，你真係唔知道你經歷係點，以為當初放棄咗呢一個最愛啊呢個田徑，跟住慢慢兜兜轉轉又翻嚟，又再一次享受翻嗰種嘅歡呼聲。即係人係有時係有第二次機會、第三次機會，只要把握嘅時候咧，就可以好好享受啦。依家你睇運動係點樣嘅一回事啊？依家睇運動係好似頭先講啦，係俾一個目標自己，係第一就係去比賽，享受比賽嘅過程；第二亦都係保持就身體個機能個狀態啦。咁你有一個好嘅身體，你先至可以享受生活，亦都可以享受你真正嘅比賽。但我真係覺得你唔似56歲喎，嚟緊係咪？我即係我唔知係你係咪你嗱，我都保養得好一梗㗎啦。呢個係咪真係有做運動，所以會真係令到個人呢精神啲啊，甚至乎啲新陳代謝啊嗰啲咁嘅嘢㗎啦？我相信係嘅，亦都以前即係有啲朋友啊，亦都即係呢方面專家啦，咁亦都係常做運動嘅人呢，係會精神啊身體嘅機能係會好啲嘅。咁即係因為你做運動，你精神上你定下啲目標，咁你去做，咁你亦都嗰個得翻嗰個感覺係好好嘅。係嗱，呢個就唔好話我成日話我說教啦，呢啲唔係我講嘅人。今日嘉賓講做運動真係會令到個人嗰個新陳代謝啦，甚至乎我真係望到而家 Willie 嘅樣，真係我覺得佢冇邊有咁大啊！我直情覺得佢40尾嘅人，40零歲。即係運動有好多個好好嘅地方啦，呢個地方即係呢啲我相信係不容置疑噶啦吓。咁嗱，你頭先就即係都講啦，放棄咗一段時間田徑咁呢段時間其實係咪你都因為有 keep 住做運動呢？有一路都有做運動，即係唔係比賽，但係 keep 住有自己做下運動咁啊？有，我做咩運動啊？嗰陣時打波啦，打壁球啦，亦都有時去做緩步跑啦。咁再其他游水啦都有，但係就即係做運動咯，就唔係一個即係比賽嗰啲比賽訓練啦。但我相信都有啲關係嘅，即係都 fit 嘅。講真，你個人，我覺得有啲關係嘅，即係唔係話一個運動嘅即係比賽高強度嘅訓練。咁但係 keep 住做運動，其實好簡單啫。講緊又唔係話啲咩強度訓練。我想收音機旁邊聽緊嘅好聽眾，唔係運動員呢個真㗎啦，係咪先？但係點解都唔肯花少少時間做下運動咧？即係呢個少少時間講緊，哇！我可唔可以每日花半個鐘落去街度跑下步啊？圍住自己嘅屋苑跑下，或者你抽1個鐘嘅時間去打下波啊，做下啲簡單嘅健身啊咁。其實呢啲都唔係一啲好嚴苛嘅要求嚟啫。係啊，係咪先？其實做運動係講抽時間啊，你抽到時間，盡量抽時間做運動。一抽時間係講緊你立定決心去抽個時間出嚟做運動，一定做得到。你煲套劇都個幾鐘啦，咪咁講啊！所以今日開心嘅，即係請到阿 Willie Sir 傾偈啦。嗱，依家翻嚟，我仲有一條問題好想問佢，就係我覺得即係人生都行咗一段路啦，即係你覺得其實你享受個過程，你享受終點嘅咧，即係都好似一個馬拉松嘅過程嚟嘅。呢段路兜兜轉轉，即係人生好得意啊！好多嘅一啲奇妙嘅過程喺入邊，突然間又可以翻嚟感受翻當年青蔥歲月嘅時候喺運動場上嗰種俾人鼓掌、俾人祝福啊、俾人哋讚揚嗰種掌聲，其實係一種咩感覺？你覺得人生係呢樣點樣嘅回事啦？原來生活好快樂。口才了得，反應夠快，不如投身廣播事業，發揮才能啦！由新城資訊台、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合辦嘅廣播節目主持及製作專業證書課程3月開課啦！資深廣播人周禮茂，仲有新城電台成班主持教你做 DJ， 課程得到持續進修基金認可。2月1號或之前報讀，仲有9折優惠，即打熱線31209988或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詳情啦，把握機會，實踐夢想啊！我曾經聽講過，當你開始認識一座城市，你就會莫名患上偏頭痛，特別喺夜晚嘅時候，一盞又一盞嘅紅綠燈喺度響，但係冇人亦都冇車。我好想埋去撳燈柱下邊嘅黃色裝置，好想快啲由紅燈可以轉成綠燈，
但原來燈柱下邊嘅黃色裝置係有分兩款嘅，有手掌標誌嗰款先可以加速信號嘅轉換，而另一款係用嚟提醒視障人士噶。咁下次見到就要記得啦。新城電台交通消息，共你早晚穿梭，貫通左右。原來生活好快樂。黃奕彤，每日健康1小時。繼續直播室有今日嘅嘉賓就係 Willie 喺度啊。頭先佢講咗佢自己嘅故事，我令我好深刻嘅就係佢人生有好多嘢咧，即係兜兜轉轉你唔知啊。你以為放棄咗冇得再翻轉頭嘅時候，又有一個機會同一班嘅戰友重聚，再一組隊參加比賽，再喺佢呢個老本行啊呢一個跳遠嗰度啦，即係攞到一啲嘅獎項啦。啲獎項當然你已經未必咁自在噶啦，反而就係挑戰自己啊。每一次都係有一個目標俾自己，挑戰到就得啦。但頭先廣告前呢，我講咗一個嘅即係問題啦，問咗阿 Willie 一下，我俾咗佢一段時間佢喺廣告時間等我諗諗咁，我就話其實人生真係行咗一段路，你自己點樣睇呢？呢個人生係咩嘅一回事呢？如果人生比喻為係跑步咁先算，係一個運動場一個圈咁，你享受運動嘅過程啊，定係享受衝線一刻呢？到咗呢個階段呢，即係當然啦，你去做運動比賽，即係如果可以達到目標，甚至話攞到獎牌，當然係好事嚟啊！但係其實最主要呢，就係保持嗰種精神，你自己去繼續去俾一啲挑戰自己，俾一啲期望自己去達到啊！咁樣你人生先至係你可以話活得有啲有意義，活得比較精彩啊！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往下去我都會繼續咁做，咁因為令到你自己一路有目標，一路去期望一啲事情嗰陣時咧，咁個人變得有活力。所以終點唔重要，終點係唔重要，終點你可以係一個，因為人生本身就係一個馬拉松嘅長途賽嚟嘅啦。咁你個終點喺邊度？真係有啲人短啲，有啲人長啲。有啲人跑有全馬，有啲人跑全馬，有啲人跑半馬。但係最重要嘅係你跑嘅過程之中，你係唔係可以覺得你享受個過程，同埋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嘅表現，你有冇滿意到自己嘅表現，自己付出得翻嚟嘅期望個成績係咪符合自己嘅本身嘅要求？呢樣嘢係最重要嘅。咁你自己咧？你自己覺得即係人生係一個點樣嘅一回事咧？人生而家到咗即係玩先進田徑啊，或者到咗你50多歲啦，咁係一種平衡嚟，一種平衡，即係由生活啊、事業啊、家庭同埋你自己嘅，對我嚟講個運動嘅生活啦，係一種平衡嚟。咁亦都喺從中過程咧，享受翻一啲時間係自己熱愛做嘅事情啊。我自己熱愛就中意做田徑運動，咁我就亦都變咗係一種唔單止一個訓練嚟，係一種生活方式嚟嘅。嗰個生活方式係我每一日嘅生活方式，或者我每一個禮拜嘅時間安排嘅生活方式嚟。你係要喜歡呢種生活方式，咁你中意呢種生活方式嘅話咧，咁你可以一路做落去。咁呢個生活方式又個人又因人而異啦。有啲人又中意，未必係中意田徑嘅；有啲人又中意打籃球嘅，唔打籃球咯，唔一定運動噶。有啲人中意手作嘅，喺你嘅人生嘅下半場就揾翻你嘅呢一門手藝出嚟。以前車嘢好叻噶，哇！我有啲小手作，依家可唔可以做下呢？可唔可以自己 DIY 一啲嘅你自己中意嘅作品出嚟呢？呢個下半場過得有意義呢，就睇下你點樣運用啦。咁你而家真係走緊你嘅下半場啦，so far覺得 OK 噶，so far OK，而家幾享受呢種生活噶，係一種平衡，亦都做翻一啲可以話自己年輕時候喜愛做嘅事情啦。所以兜兜轉轉，真係唔去到最後都唔知道自己係要乜嘢啊！去到嘅時候揾到啦，就把握住嗰個機會。咁而家就好享受啦，好享受田徑啦，好享受做運動啦。咁嚟緊將來咧，都係會繼續參加比賽係咪啊？繼續會參加比賽，明年將會有一個就係世界先進田徑比賽嘅室內田徑比賽。咁明年3月，咁而家開始準備緊啦。室內你都要玩噶？室內因為我哋年輕嗰陣時咧就冇室內賽，係咯，唔會有。咁而家嘅室內賽係好期望嘅室內賽，因為係一個係嗰種新嘅體驗嚟嘅。我好少聽到人哋即係真係會期待一啲嘢，特別係即係可能喺人生下半場去規劃嘅時候啊，好多都見過啦，有咩風浪未見過啫，仲講期待呢一樣嘢，我覺得好正啊！即係我覺得係好真係好
真誠嘅一種期待啦。咁呢個室內賽要再訓練噶咯，因為同你以往嘅比賽有啲唔同噶咯。有少少唔同啦。喺室內跳啊，係咪？即係意思係？喺室內全部喺室內比賽嘅。即係跑步又係。跑步都喺室內比賽。跳遠又係，跳高又係。咁有啲咩差異啊？差異我諗係個環境，其實室內賽個環境唔同。譬如你走短跑，室內賽係冇100公尺噶啦，室內賽係60公尺噶啦。咁可能再訓練嗰陣時，你調節下嗰個訓練嗰個方式係有少少唔同啦。咁譬如跳遠基本上冇乜大分別嘅啫，跳遠就，但係喺一個密封嘅環境度，個心理上可能有啲唔同噶啦。啲天氣又會唔同啦，至少起碼唔會落雨先啦。係啊，咁應該環境其實我諗會好啲嘅。其實會舒服啲嘅，會舒服啲嘅，我相信會吓。即係可能對你嚟講更加係舒服好多，因為個天氣可能都真係令你嗰個消耗啊，講緊體能嘅消耗會快啲噶嘛。室內我諗就會即係有利你少少。其實你有冇後悔當初讀書嘅時候放棄做田徑運動員嘅呢？有冇諗翻轉頭啊？即係諗下，如果當初唔放棄嘅話，我而家可能都即係幾勁㗎咁。有時人生嘅際遇好難講嘅，係咪？有當然有啦，就係好多時都回想，如果我繼續玩落去，會達到咩成績咧？會諗嘅，自己會諗嘅，真係會諗嘅。嗰時一路都會諗嘅，但係咁。時間過咗就係過咗噶啦，咁不如睇下將來吧。係時間過得真係好快。係啊，過得好快時間。一眨眼有自己嘅仔女啦，當然就你又開始睇住佢大個啦。而家幾歲？最大嘅小朋友24歲。大啲，我仲大過佢，好似大佢少少咁啊，仲有個細啲啦。係啊，睇住佢成長。咁佢哋中唔中意做運動啊？有冇逼佢啊？你冇逼佢哋，帶佢哋去參加啦，睇佢比賽都有睇佢比賽。你睇下阿爸我啊仲跳得啊，你兩個啊，咁會唔會咁？唔會嘅，因為體育呢樣嘢其實好個人化嘅。有啲人天賦條件係好啲，有啲人天賦條件係冇咁好。係呢樣嘢唔係可以強求嘅，你通過訓練嘅過程，你可以即係有進步，但係到最尾係有天賦嘅條件嗰個呢個限制喺度。咁佢有冇遺傳咗你少少呢啲運動方面嘅技能？一個啦，一個有一個冇啦。咁但係我都好鼓勵，其實我由細到大都鼓勵佢哋做運動，亦都係去揾多啲機會俾佢接觸唔同形式嘅運動。咁等佢自己嗰個興趣發展啦，自己發展嘅興趣。自己發展啦，逼唔到噶啦。佢自己中意做就做噶啦。係啊。咁佢中意做咩運動啊？一個。佢哋游水啦，游水有游水，踩單車嘅都有。最緊要佢自己中意啦。係咯。咁家庭樂啦，會唔會一齊玩？有，一齊去游水啦。幸好你中意游水，我都有游水嘅。咁係咪應該由細個培養阿仔阿女嗰啲嘅即係運動嘅天賦係比較好啲？即係起碼日後佢唔係一定運動員，但係至少佢運動唔抗拒啊。好似唔係我呢啲啊，踢極都唔喐嗰啲。如果運動呢樣嘢好奇怪，如果你由細到大玩開咧，你就有成一種習慣去玩咧。咁你就唔使即係要話成日要滴起心肝啊，或者要逼啊，要成嗰啲好自然咧，你就自己想去，我要想喐下啦咁樣。係無論做咩運動都好啊，你想去喐下，你想去舒展下身、舒展下筋骨啊，咁樣嘅。即係入咗血咁啊，話即係唔做唔安樂啊，坐低都頭痛咁樣樣，唔知點解一唔喐啊，冇即係有啲問題，一喐就精神晒咁樣樣。所以今日都好開心啊，請到即係 Willie 上嚟啦，同佢傾偈。咁啊，佢嘅故事都好啟發性。即係我今日做完呢一個訪問，其實好開心，聽到我自己都係諗下即係我大個咗嘅時候，我下半場會點呢？即係諗下半場嘅時候，好多人都會好頭痛、好驚慌、好害怕啊！原來自己真係年紀大咗咯，冇用啦！即係年紀大啦，機器又壞啦。我覺得呢啲諗法全部都係錯，呢啲諗法都係自己個人生入邊少咗好多嘅意義，少咗好多精彩嘅時刻喺度。只要好似阿 Willie 話就係，好多嘢都係。吞下佢啦，調整下佢，調節下佢嘅時候咧，其實上咗年紀又點啫？之前阿張姑娘、張靚女，我係佢93，一樣照跑步，一樣照跑100公尺咁。所以年紀唔係一個問題，反而就係個心態啊 ，keep 住做運動嘅心態。我希望今日借住咧就係 Willie 嘅呢個訪問，令到收音機旁邊聽緊嘅聽眾都會覺得喐下啦，好唔好啊？今日唔該晒 Willie，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偈，好嘛？再上嚟分享下，再破紀錄再上嚟，多謝，感謝你。